Hello，大家好，歡迎翻嚟越講越健康，我係 Dr. Wu。踎低起身見頭暈咧，我諗大家個個都會經歷過噶啦。咁我哋平時睇戲啊，或者攞嚟講笑咧，就話你咁弱雞啊，有冇見踎低起身見頭暈咧咁樣樣？咁但係其實背後係乜嘢原因咧？同埋有冇需要擔心咧？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可以詳細講一講啦。咁其實咧踎低起身見頭暈咧，就唔係講緊你個人好體虛喎。咁其實咧係一個血壓調節速度嘅問題。咁呢一個現象咧，就有一個正式嘅名喎，就叫做體位性低血壓 （orthostatic hypotension）。咁咧就唔係話血壓高，亦都唔係血壓低，而係咧血壓調節嘅速度就唔夠快，咁令到咧個腦咧短暫咁缺少咗血液。咁點解會發生咧？就係通常咧你係坐喺度啊，或者瞓喺度、踎喺度嘅時候，咁血液咧喺全身嘅分布咧就相對比較均勻。咁但係一旦咧你一下子咁樣上嚟嘅時候咧，咁重力咧就會將500至800毫升嘅血液咧拉向下肢同埋腹部啦。咁喺正常情況之下咧，咁自律神經系統咧就會喺好迅速幾秒內嘅時間咧就偵測到呢個血壓下跌，咁就即刻叫心臟加速去跳動啦，去泵多啲血啦。咁另外就係血管收縮啦，咁啲血可以快啲去到遠啲嘅地方啦。咁就盡量咧快啲將呢個血壓咧拉翻去正常。咁有時候咧個調節機制嘅反應咧就可能唔夠快咯。咁腦部咧就突然間泵唔切血，就短暫缺少咗血液同埋氧氣。咁你就會 feel 到眼前一黑啦。咁喺醫學定義上咧，如果你喺站立之後3分鐘之內收縮壓有下跌超過20毫米汞柱，或者係舒張壓下跌超過10毫米汞柱嘅話咧，就即係代表你係有體位性低血壓啦。咁常見有啲乜嘢誘發原因啦，令到你有呢個踎低起身見頭暈嘅體位性低血壓咧？咁就係第一個係缺水，你個血液容量減少啦，少咗血咧，咁個血壓本身就會低啦。咁第二個咧就係長時間坐喺度啦，或者瞓咗喺度咧，突然間好快咁樣起身。咁第三個咧就係天氣熱啦，因為個血管已經擴張咗啦，咁所以佢哋可以調節到嘅空間比較少。咁仲有咧就係你食完一大餐之後咧，突然間起身，咁因為咧好多時啲血咧就去咗腸胃嗰度幫手消化，咁或者你係食咗某一啲藥物啦，譬如一啲降血壓藥啊，或者啲利尿藥，咁都會誘發到呢個踎低起身見頭暈嘅症狀。咁幾時先要開始擔心咧？譬如就係話，如果你係成日都發生嘅，仲有伴隨埋昏厥，或者同時都有心跳異常，咁當然啦係需要排除更加嚴重嘅一啲心臟或者神經系統嘅問題。咁65歲以上嘅長者咧，發生率咧係達至10至30%嘅喎。咁跌倒嘅風險啦，仲需要特別注意添。如果你除咗踎低起身見頭暈，仲伴隨埋呢啲症狀嘅話咧，就需要睇醫生啦。咁有啲乜嘢係可以改善到呢個踎低起身見頭暈嘅一個問題咧？咁就係咧，你起身之前先喺床邊或者凳嗰度坐幾秒先，咁等身體慢慢由瞓喺度慢慢調節到中等，然後先至慢慢起身。咁就唔好突然間瞓喺度突然間爆起身啦。咁另外咧，如果你係想長期改善嘅話咧，就係你確保平時要攝取足夠嘅水分啦，尤其是而家咧熱天非常之熱啦，出多咗汗嘅話咧，可能不知不覺咧，你唔覺得口渴咧，都血壓都會低咗。咁每日咧就要飲夠水啦，去維持翻血液嘅容量。咁另外咧就係食飯之後咧，就等自己慢慢起身，尤其是你食完大量嘅碳水之後。咁如果咧呢樣嘢係成日發生嘅，甚至係影響到你自己平時嘅生活啦，好似頭先講過，會暈低啊，或者有心跳異常等等嘅話咧，就記得要同醫生討論，同埋睇下自己而家服緊嘅藥物咧係咪有影響。好啦，咁下次咧，如果你又有呢個踎低起身見頭暈嘅問題咧，記得啦，就唔好覺得自己係一個弱雞嘅人，而係因為血壓調節速度嗰度慢咗啫。咁記得下次慢慢起身，同埋平日飲多啲水，咁就問題就會解決噶啦。如果你覺得今集有用嘅話，就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 同埋 share。多謝收聽越講越健康，我係 Dr. Wu，我哋下集再見。